It's okay for me. That's cool. Okay. We're glad to work with you. My pleasure. Do I have the honor to have lunch with the president? Or? I got something else planned. Maybe next time. Okay. 今天下午你就可以带着合同订机票回去了。好，那总裁您呢？我再多待几天吧。喂，陶德，雪姬跟你在一起吗？小姐没跟我在一起，她不是跟你在一起吗？她昨天自己出去了吧？我现在在她别墅门口，按门铃按半天没人。那你等一下，我马上过来。少爷请。原来你有钥匙。是啊，这栋别墅的签约是用我的名字签的。果然没回来。怎么可能？他昨天刚到法国，人生地不熟，能去哪儿？说的是啊，为了他的安全，别墅周围都装了监控。我来的路上派人查看了所有的监控，确实没有回来。会不会他开车迷路了？还是去哪儿玩忘了时间？就算是这样，也应该回来了。而且今天下午，我约了小姐签署一些文件的。会不会是出现了交通事故？雪姬的母亲就是死于交通事故。我5岁的时候，是哪一年发生的事情？1995年。我5岁的时候是1997年，难道那年我看到的不是他妈妈？这样吧，陶德，我们分2路去找。没想到那个女人这么快就动手。喂，雪姬小姐吗？喂，陶德，赶紧派车来接我。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小姐，小姐，来，慢点，慢点。小姐，你是被人袭击了吗？我现在马上联系医院，准备医疗室。不去医院。
可是小姐，您的伤势看起来非常严重，万一……我说了，不去医院。走。好吧，我马上送您回家。小姐，要不要请私人医生上门为您治疗？我很担心您的伤势。不用了，我没事儿。这件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小姐，我能不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好根据这件事儿调整你的安保方案。我被枪杀了，这儿中了一枪。枪杀？对了，陶德，之前李世宗应该派人调查过我吧？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关于我的事情，你应该清楚一些吧？是知道一些，不过小姐放心，我会保密的。所以我说，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可以相信你，但是我没有办法相信其他的人。我会尽力保护小姐，这也是老爷临终前的遗愿。你是在害怕，所以有点发抖吗？不，我虽然经历过很多事情，但是没有处理这方面事情的经验。虽然之前有心理准备，但是亲眼看到事情发生在您身上，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你不怕吗？自古以来，人们害怕的并非是物种不同，而是善恶之心。谢谢你啊，陶德。对了，小姐，李哲正在赶过来的路上，为了不引起他的怀疑，您最好把这套衣服换掉。哦。子金，啊，你来啦？哎，蛋糕是你买的吧？我吃了，很好吃，谢谢。为什么一晚上没回来？我开车从海边回来的时候被抢劫了。哦，开好车真的会被偷。后来呀，车子没油了，我就把车停在郊区了。为什么这么危险的事情，你可以讲得这么平淡？早知道我应该跟你过去的，就不该让你自己逞强，一个人开车出去。真该让陶德多帮你安排几个保镖。你人没事就好。李哲，谢谢你这么关心我。我才没有关心你。这种感觉特别好，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人了，多了一个亲人关心自己。我去趟洗手间。If, as you say, the foster daughter disappeared or had an accident, then you will obtain the biggest share of inheritance. After all, Li Shizong did not specify it in his will before dying.喂，陶德，有事儿吗？夫人您好，雪姬小姐想明天下午跟您约一下时间，商谈一下遗产继承的事儿。雪姬，她亲口跟你说的吗？是的，她亲自交代的。您看时间可以吗？哦，好啊，在哪里？
在李宅，方便吗？好的。喂，你们确定杀掉的是雪姬吗？当然，要我再发照片给您吗？好。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Sir, will you stay at home for the dinner tonight? No, I'm good. Okay, well, I will cook for Alice only and Madame. Is Alice coming back? Yes. Yeah, I'm staying in too. Okay, thank you.